6月1日兒童節，身為兩個孩子爸爸的向佐在個人社交平台曬出視頻為兒女慶祝節日。從向佐 IP 來看，他已經回到香港，不過近段時間因為岳父生病住院，郭碧婷帶着兩個孩子留在台北，所以他曬出的視頻是之前和女兒一起讀繪本的畫面。視頻中，一身居家裝扮出鏡的向佐靠在沙發上，懷中抱着4歲大的女兒，捧着一本繪本，很認真的說着英文給女兒講故事，繪聲繪色十分賣力。嘴角滿是胡茬也沒有化妝的向佐，雖然看起來很滄桑，甚至有些邋遢的感覺，不過看慣了他的奇裝異服打扮，如今終於恢復到大家以前熟悉樣子的他，看起來讓人感覺還是很舒服的。再看 Cora， 被爸爸抱在懷中的她紮着雙馬尾辮，眼睛雖然被打碼，但從嘴巴和臉型來看都好漂亮，讓人無法忽視。而且之前有見過 Cora 正臉的網友就透露稱，她眼睛又大又圓，睫毛長長，非常漂亮。由此可見 Cora 有遺傳到媽媽郭碧婷的美貌。話說一開始還認真聽爸爸講故事的 Cora， 沒一會兒就變身搗蛋公主，只見她伸出小手瘋狂揉捏爸爸的臉頰，期間還舉起扇子朝爸爸臉上拍去。對此向佐竟然一點不生氣，反倒是笑嘻嘻的任由女兒折騰。對此他還幸福稱：小公主又幫我做面部馬殺奇。渣就是說咁這麼跟爸爸鬧的 Cora 一看就是平常被爸爸很寵愛的那種，所以才咁這麼的肆無忌憚。不僅被爸爸寵，嘴巴超甜的 Cora 還深受爺爺奶奶喜愛。記得之前向太還在節目中模仿孫女給向華強打電話畫面 ，Cora 竟敢直呼爺爺大名，有時還俏皮喊爺爺強強，軟萌可愛的模樣真的是太招人稀罕了。此外，還有網友注意到向佐父女身後架子上擺放的 Cora 與弟弟的玩具，整整一面牆全是，看起來雖然有些亂，但滿滿生活氣息很真實。姐弟倆真的是好幸福。尤其是 Cora， 真的是被一大家人寵着，即便有了弟弟，但不管是父母還是爺爺奶奶，一點都不重男輕女，寵他甚至超過弟弟。說起弟弟 Isa， 上個月才過完2周歲生日的他，相比每年都會有隆重生日宴的姐姐，向家人今年沒有為 Isa 辦生日宴，想來是考慮到國爸生病，所以才沒辦。與向佐結婚快5年，擁有一爽可愛兒女的郭碧婷，夫妻倆小日子越過越幸福，幸福美滿的一家4口也越來越讓人羨慕了，祝福他們。向佐這個名字在娛樂圈裏，從一開始就與豪門二字緊密相連。他是向華強與陳嵐的長子，出生於這樣的家庭，向佐仿佛注定要在聚光燈下開啟自己的人生旅程。向華強這位在香港娛樂圈跺跺腳都能引起震動的人物，他所創立的永盛電影公司，堪稱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一座豐碑。那些膾炙人口的經典港片，像賭神系列中周潤發飾演的高進，那瀟灑的派頭和神乎其神的賭技，成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恆記憶。逃學威龍系列裏周星馳塑造的周星星，以無厘頭的搞笑風格和獨特的表演方式，讓觀眾捧腹大笑。這些影片都出自永盛電影公司。向華強憑借着自己的商業頭腦和在娛樂圈的威望，在影壇打下了一片廣闊天地，成為了眾多明星背後的堅實依靠，在香港娛樂圈擁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。而向佐的母親陳嵐，同樣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。他不僅擁有精明的商業頭腦，在向華強的事業背後默默付出，是他得力的賢內助，還在娛樂圈裏人脈廣泛，以豪爽大氣的性格結交了眾多明星好友。他在娛樂圈的影響力不容小覷，無論是在明星活動的組織，還是在影視項目的運作中，都能看到他活躍的身影。向太對明星們關懷備至。他的善良和熱情在圈中也是有口皆碑，許多明星都對他尊敬有加。在這樣星光熠熠、資源豐富的家庭環境中成長，
向佐踏入娛樂圈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他就像含着金湯匙出生在娛樂圈的王子，一出道便備受矚目。向佐自幼便對表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，他心中那顆演藝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。年少時，他看着父母在娛樂圈裏忙碌的身影，看着一部部電影從籌備到拍攝再到上映，心中滿是對演藝事業的向往，也暗暗立下了要在娛樂圈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的志向。演藝之路從默默無聞到爭議不斷，懷取着對演藝事業的熱愛，向佐毅然踏上了演藝之路。2004年，他在李連杰主演的動作電影《霍元甲》中嶄露頭角，儘管只是一個小配角，飾演秦爺的乾兒子，但這卻是他逐夢演藝圈的起點，讓他初次感受到了電影拍攝現場的獨特氛圍和表演的魅力，也堅定了他在演藝道路上繼續前行的決心。此後，向佐陸續在一些影視作品中亮相，雖然大多是戲份不多的小角色，但他始終認真對待每一次演出機會，努力在有限的鏡頭裏展現自己的表演才能。他在片場虛心向前輩們請教表演技巧，觀察其他演員的表演方式，不斷積累着表演經驗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向佐開始獲得更多主演的機會。2016年，他在動作喜劇電影《澳門風雲3》中與父親向華強共同出演，飾演龍15，成為影片中的功夫擔當。在電影裏有多場精彩的重頭打戲，他紮實的武術功底在影片中得以展現。同年，他又參演了動作奇幻電影《封神傳奇》，為了影片中的飛行戲，他刻苦練習了1年的吊威亞，付出了諸多努力。然而，這兩部電影上映後，口碑卻不盡如人意。《澳門風雲3》雖然票房成績尚可，但影片的劇情和整體質量受到了不少觀眾的詬病，被認為是一部商業氣息過重、內容空洞的電影。而《封神傳奇》更是口碑撲街，豆瓣評分極低。影片的劇情改編遭到了觀眾的強烈吐槽，被指責魔改原著，特效也被批過於浮誇。向佐在其中的表演也未能得到觀眾的認可，被批評演技生硬、表情單一。在演藝道路上，向佐不斷嘗試突破。他主演的電影《我的拳王男友》，在影片中他飾演一名落魄拳手，為了演好這個角色，他接受了長達6年的訓練。電影上映後，雖然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些認可，但影片的整體口碑和票房表現依然沒有達到預期。電影的劇情被指老套，缺乏新意。向佐的演技雖然較之前有了一定的進步，但仍然無法讓觀眾完全沉浸在角色中。電影最終的票房成績也不太理想，在激烈的電影市場競爭中未能掀起太大的波瀾。向佐在演藝道路上陷入了困境，儘管他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嘗試了各種類型的角色，但始終未能獲得觀眾的廣泛認可。作品的口碑和票房成為了他難以跨越的兩座大山，星二代的光環在此時似乎也變成了沉重的負擔，讓他在演藝之路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艱難。如今的向佐站在了娛樂圈的十字路口，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，同時也伴隨着諸多不確定性。在演藝事業方面，儘管向佐目前的作品口碑和票房表現不盡如人意，但他也並非毫無機會。他擁有着得天獨厚的家庭資源和人脈關係，這是他在娛樂圈闖蕩的堅實後盾。